欢迎回来到依然之声少年人的嫌疑广告电台。咱连续顶一集呢，要来继续讲这个无罪推定吼。不过即摆毋是要讲这个案件，即摆要讲拍片内底这个导演当着的故事。因为咱知影讲写这个小说也好啦，吼，也是讲家己写剧本，其实这是较文啦。啊，拍片吼，人讲这是舞蹈的，就是拢是做舞的。对无？拍片的时间啦，还有这个人要安怎控制啦，其实真艰苦对无？对。恁拍上艰苦的一部是倒一部？上艰苦的一部，应该是头一集咧乌人的敢是？迄算是啦，迄算是，因为本来暗算有点，这就是本来暗算是。天气最好的嘛，我去看咧场所嘛袂歹嘛，结果要拍的真一暝，落大雨，规个涂骹拢落高霾，好佳在第二天透早是日头较硬，所以有法度嘛是甲现场用做安尼，但是迄个现场就是足热的，佮拢虫，要入去嘛无方便，佮爱请伊迄本来伊迄是一个荒郊野外啦吼嘛无路好入去，迄个路口遐有一个那肉粽迄种物件冻咧啦，肉粽迄种物件，就是伊迄是看起来是一个工业废弃地，看起来是安尼我嘛毋知迄时阵外年啥啊找到遐去，伊迄有一寡路墩迄种物件甲冻阮就请卡头去中部粽啦，中部对。你讲的肉粽是中部粽啦，我想讲是送肉粽惊米啦。这一个肉粽吼，在台湾有过来种解说。是。中部粽甲送肉粽，迄拢毋是当食的肉粽，更恐怖的。有迄个路墩那个甲路冻掉就对。对。顶做讲迄是别人的土地哦。阮有去甲业主问过啦，伊是讲不要紧啦，会使拍，反正阮嘛无要创啥，阮就是请卡头去挖一坑嘛，因为其实你若做冰柜吼，你知影用徒手去挖吼，要挖一个遐大坑，你挖甲冰去。等者做冰做甲好好是安怎要去挖一个坑？有啊，应该拢家己爱单人散冰坑啊，你家己爱挖啊。毋是要带尸体。无，你家己爱挖坑啊，挖机枪坑啊。我无做过冰，毋知影。较早拢爱伊迄土吼，你表面上看起来软软啊，你挖落去10公分，下骹就足定诶啊，佮愈挖愈定，迄黏伊就无力啦。是哦，是讲。业主讲，就互恁安尼拍片，若准讲恁即个剧组内底，恁若是一个假的剧组，其实你真正要甲尸体带内底，业主嘛毋知影对无？应该是毋知影啦，迄个应该就奇怪，即代应该就奇怪。因为你若有看头一集的人吼，就知影讲，伊迄个环境其实有咧符合着讲一个。咱讲咧悬疑作品内底吼，推理小说内底咧讲咧，甲尸体藏起来，带尸体迄个环境啦，是真正是荒郊野外无毋对。都你咧镜头内底看无任何迄落人的厝啊，还是电刀条啊，是啥拢无，就是一个就撇的所在安尼。我看起来迄工应该是上艰苦的对无？是啊，个一直拍，迄是会知啊嘛，会知先挖拍尸体，挖尸体，先拍挖尸体，迄段嘛。下暗时爱拍因放火带尸体，迄段嘛做歹拍，因为暗时遐拢无光诶，四周口啊拢暗光光，你爱大车入去，爱吊大灯，这舞落来拢舞到足暗诶，所以迄工有影是辛苦啦。个爱放火其实是一个足危险诶代志。咱看外国迄动不动的爆破啦，放火迄拢爱有特殊诶迄种专业人才。恁敢有？咱是靠经验，有经验的专业人才较资深的工作人员，伊都有经验。这恁若是有看的人，恁就知影讲，迄个画面要用起来是偌尔困难啦吼。毋过我还有听讲吼，因为恁即支片，咱咧阮即个疑案办的内底有足侪所在拢有取景嘛，处境的时阵我就听着讲。
咧找法庭即个空间是不是嘛有碰到一寡问题对无？哦，有啊，法庭吼，这个爱讨论的，就是台湾拍片其实是就困难的吼。这困难的资金的方面，咱就毋免讲，因为无钱你就歹拍嘛。吼，咱无像韩国，无像大陆安尼资金足济，所以有法度好好啊拍。啊，你就算无这场所，你就会使用大镜起来拍。但是你台湾无啊，你要拍法庭迄时阵，其实是最高法院伊是无爱招啦。啊，地方法院台北地方法院要招，但是伊要招你，敢若拜六甲礼拜，伊会使招你，但是时间嘛有限定啊。你人8点要开门，啊5点伊就要叫你较紧走，你敢若这个时间，敢袂使甲伊借锁匙？我嘛想要安尼。嘿啊，你无用做理，后盖会使问看嘛？对啊，无用做理啊，阮豆打翕安尼。所以伫咱场所咱场景足济伫法院的状况下吼，咱若全部拢伫港界法院无法度，迄时间会撑足长。而且即个案有无共款的法定对无？对，伊地方啊、最高啊，你著爱直换场所。我咧看迄换场所，想着讲恁较早咧找迄法定找到安尼，我想哇，这真有够艰苦对无？所以落尾法定，因为阮嘛有考虑着用大的，但是大的迄时阵秘书组就讲爱300-400万，这对剧组来讲根本就接袂落去。所以落尾去甲辅仁大学就借着因的法律迄种迄个实习法庭啦。但是阮嘛是有去改过迄毋是伊本来样貌，迄是阮改过了，伊甲是变做阮拍的样子。伊本身无遐好看啦，阮甲改了较水一寡呢。恁拍出来甲拆掉，还是讲上映就？有部分上映，但是因为伊迄个场所足长诶，阮无用着遐长，阮是中架起来，迄你当然嘛爱拆形啦。但是有一寡，譬如讲地板，也是油漆，阮有帮因定用，阮就拢直接互因啦。因若讲毋免复原，阮就直接互因用安尼。迄嘛是有咱即间嘛是因为恁拍片用啊足水，电啊，吼电火啦，佮有一寡电火，佮有啥外口迄个。是毋是佫有一寡布景？海报有一寡绿色植物，这就是基本的啦。因为剧组的预算较无遐悬，咱就尽量就一案办嘛，做小厅的，就讲好不要紧，咱大家迄阵就尽量伫处理办公，才叫剧组来拍片。而且咱的这个节目的这个 producer 制作人嘛叫恁摕去拍片。对。哎呀，这个拍片有足侪趣味的故事啦。毋过拍即个剧吼，这律政剧吼，台语的政治剧吼，佫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演员拢系讲台语演员若是普通时咱讲莫讲伊的母语是毋是台语啦，就是讲伊真正要来拍即个剧，伊嘛爱上课，才有法度会当甲即个剧本读好对无？对啊。就像恁拢安怎甲上课哈？阮是有请老师来专工来教啦，一个台语老师。台语老师有影最厉害，因为你像我母语嘛是台语，但是你讲律政这的专有名词吼，你叫我来讲，我一时嘛想袂出来，我完全无法度讲，所以这拢爱请老师来讲啦。老师来教了。佫有一寡较资深，譬如讲杨烈哥啦，雪凤姐吼，因这台语最好诶，因会佫去做小可的调整。譬如讲老师讲安尼，因感觉这伤文啊，应该较口语化一寡，因会甲遐像讲黄儒啊吼，还是甲凯旋是本身台语就最好诶，就甲陈汉安尼讲者，所以其实是阮伫语言顶头吼，我用这个时间，差不多开拍前1个月过，迄时阵黄儒就拢定来上课，伊用做认真诶啦。伊诶母语毋是台语，但是伊嘛是就是我看是背较真好啦，因为伊头起先来上课时，伊讲台语我有听着，毋过实际上这影片出来时阵，完全是无共人啊。是，伊诶台语是完全无共人。这是。因咱这导演吼，咱这剧组开足侪心力吼，伫咧甲即个台语吼，会当推插出去啦。
毋过除了上课，除了即个以外，咱实际上咧拍片的时阵，敢有讲即个剧本，搁有要改啊，搁有要改一个口语，敢有即个问题，敢有碰到即个？因为阮即届是前置作业吼较周全，所以阮请所有演员来读本的时候，咱国语讲读本啊吼，读本的时阵，因着全部拢总会伫遮，因感觉要安怎讲，后一句话倒一个演员要安怎接，因为大家拢有做伙嘛，所以其实这方面要改的问题，大部分拢伫还未拍进前的尽量。做甲较周全啦，所以即个现象伫现场要改较少，但是其他的戏是定定安尼啦。对啊，因为我就是看人拍戏的时阵，定现场搁改一句啊，改两句啊，有诶讲一张的 A4 就叫人改去，就无啊，嘛有即个问题。恁即个就是头前先甲读本的部分先甲做甲有交转，对无？对，这是较必要的啦，因为你若做了较周全，你伫现场你就较毋免有遐时间去讨论，你加伫遐讨论10分钟，你就了10分钟；讨论20分钟，你就了20分钟嘛，这是无必要。对。但是因为因近台湾你拍片是较无时间做这个，无预算嘛，无时间做这个头前的前置但是即届。剧组就是希望讲前置做较周全的，所以拢有请演员来，这个问题就较少。因定咧足侪所在啦，咱遮嘛互因开会开过，足侪所在四界拢咧开会，看到因迄个拍片进前足无用，所以我就是讲啊，即支片哪会拍遐久，结果毋是拢咧开会，其实开始拍啊，即马电视播刷了，即马换伫 Netflix 顶头嘛会当看到嘛，对无？是。啊 Netflix 会当看了。就有足侪即个民众嘛，有因诶无共款诶想法，有咧讲真久无看到即个热情诶即个剧情遮尔精彩，嘛有一寡人讲其实因本地即个故事内底，较有遐济个讲台语，那会拢变做讲台语毋会当揽一两句华语安尼有诶无？就有足侪无共款诶声音，导演你安怎看台遮诶无共款诶声音？这个问题我是感觉。真趣味啦，因为我想要问大家讲，大家捌看过好莱坞的片《神鬼战士》？对。伊内底是讲英语啊，讲罗马话，全部拢讲英语啊，敢有可能？你来我去怀疑讲伊啥啦？这个迄个穆西法伊啥啦讲英语，伊应该讲罗马话古罗马话。所以我讲，咱这个。这是公司台语台甲华视的台语剧，就是讲就是讲台语嘛。你想一定讲，你伫这个平台，就是用台语讲。这是咱政府嘛是想要推广这个母语嘛吼。这是最正常的，像我感觉讲，你伫客台播出的影片，你得用客语嘛吼。这是应该你去。用讲这不合理，这我就感觉足奇怪。你看，其实阮传播界嘛有一寡前辈讲你迄片拍了袂歹，但是讲台语我就无法度我心里面真纳闷的，我心里面专业人士嘛有讲即款话嘛是有朋友安尼甲我讲。我就是讲我心里面是想讲你敢无爱看韩剧？你也袂讲韩剧内底伊若讲到韩语，你就讲我没办法，你不看了。对吧？这个心态很奇怪嘛，你就是因为你就是先入为主的，刚刚咱无罪推定，你先入为主，你就判他有罪。你即马就先入为主，你也感觉讲台语我就是无法度，但是你根本就无看内容。对，讲到韩剧，我就想到差不多10外当前，韩剧有一出足强的，叫做《顺丰妇产科》，伊拢配华语。若是迄个年代接受到迄个顺丰妇产科的人，伊就尾来都伊听华语就足惯势。伊讲韩剧毋过是华语的发音，因着惯势者即马变做韩剧，拢咧讲韩语的时阵，遮个人就会袂惯势。其实到底一个剧要讲啥物语言，其实拢是你的听有惯势无惯势，毋是迄个剧会使用这还是袂使用迄拢是家己听的问题，迄毋是剧的问题。
嘿啊，他就迪士尼所有的公主拢嘛讲英语，嘿啊花木兰嘛遐讲英语。哦，这个问题咱就简单解说啦。哦啊，尾啊就是这 Netflix 去了后，后壁你敢有收到一寡国际的无共款的回应？毋是咱简单咱台湾的。国际因为行去一个较大的平台嘛，就有一寡可能是你的好朋友也好，或是其他的外国的朋友，因为咱知影这个美洲、美国啦、加拿大迄边嘛，就侪讲台语的人。这我是毋知影，但是我是知影讲，迄时阵爱奇艺嘛有。哦吼，这我是最好奇的，因为咱这台语嘿啊，因为爱奇艺会买啊，各有播出啊，评价还不错。去福建遐放。我咧想应该是有字幕啦，大家拢看有啦。爱奇艺今嘛嘛看有这。有爱奇艺比 Netflix 更较早的有啊。爱奇艺嘛，甲买这就是这嘛是奇怪。爱奇艺你敢有去问讲？伊差不多伊收听的民众咧倒一省安尼，伊敢有即个资料？无啦，伊若爱奇艺应该是全中国大陆拢有啦。拢有对对啊！你看咧，你咧即个剧情好看其实内容嘛精彩，是讲啥物语言，其实迄拢是足，咱讲毋是上要紧的问题啦。是。毋过对台语来讲，对一个母语，对一个较愈来愈无人咧用的语言来讲，即马就是最重要的问题，对，紧甲即个语言摕出来用，用做咱讲即个娱乐的一寡影片啊，漫画啦，还有一寡红仔册啦，看像咱即个 podcast 用即个台语来做一寡毋是干那要做母语的教育嘛毋是要做即个法律的教育，就是要做一个甲大家做伙来。开讲啦、比赛啦，做伙来看即个故事，讲迄个故事，即个伫即个讲故事的当中，豆豆就惯势听台语，就知影讲，台语要安怎讲，惯势了，你即马有当时你出去，你就会足自然开始讲台语。导演，你咧拍即个片的时阵，你是毋是有头壳内底有华语甲台语咧相拍安尼敢会？这是袂，我感觉，因为我算台语家庭出身所以我伫厝里我足自然，我甲我细汉的佚佗朋友啊，做佚佗的朋友同学，我等于我就拢自然切到台语，甲阮太太啊，还是伫台北的，拢会变做国语，这足趣味的嘿。你就袂相拍。我有一个好朋友，伊啉酒醉，打电话互我，我就听到伊讲，因太太伫边啊讲。你不要再吵金融了啦！你开始讲国语就是喝醉了。伊的意思就是讲，伊普通是拢讲台语，但是伊啉酒醉了做讲语。就有啦，有的人酒醉开始唠英文啦，伊共款意思啦。原来是安尼，就是因为我家己嘛是台语、华语两个拢有咧用，因为最近较有即个意识，就讲爱较直讲。所以讲，我参迄落看起来，伊是敢若会晓讲华语的人，我挑过伊要甲伊讲台语，所以我即满家己咧训练，训练我家己嘛，训练伊，训练我家己打，训练伊讲，你嘛爱学一个台语，学一个客语，也是去学看卖讲看你的母语是多，我咧相信啦，一定。因的爸爸妈妈若袂讲，上无因阿公阿嬷，还是讲外公阿嬷迄边，一定有一个是有因的语言。有可能就毋是华语啊，你去甲学看卖，请教看卖，甲你的语言的豆加，咱讲毋是规个改，就是加一个语言，加一个方便，无共款的语言，想代志的头壳会无共款，想法嘛会无共款，今日真感谢请到即个无做推定的张正阳导演甲咱分享遮尔济伊拍片的过程，然后佮伊看即个案件的过程。真感谢导演，多谢大家。咱遮呢是语言之声少年人的现义广告电台。后一集呢会继续替大家找一寡咱的这个台湾的现义案件。咱后一集空中再会，再会。